好，啊，上尾啊，佫讲一个叫做土燕。土燕迄个燕就是植物的嫩芽，植物的嫩芽，所以你要讲，所以你若讲土燕哦，来讲植物的嫩芽时阵，伊意思就甲土差不多共款共款土燕就是土黄，但是咱土燕佫较少用伫一个足水的所在，这一定要了解。用伫搭你敢知影？用伫来，咱看到迄个田螺，也是讲罗螺罗螺啦。田螺是田螺，罗螺是瓜牛它们不是在移动的时候，不是迄个会伸出那个触角吗？我们较早去捡田螺，看田螺伫水底咱扫过有船的，伫水底嘛有船哦。啊，田螺会把触角伸出来其实看到嘛足够注意田螺把触角伸出来，咱台语叫做田螺土燕这个爱甲捡起来用因为讲实在，可能较少人会晓讲啊，若是共款瓜牛把触角伸出来叫做罗螺土燕，所以你要看，迄个时要讲做迄触角，伊触角像不像植物长出的嫩芽这样冒出来，有无所以讲，迄也要讲土燕是足牛的，咱讲正经。所以台语爱小看，爱研究水面的足多。